何人才能找到水郎君？小姐跟魏夫人也是吧？他要找的郎君啊，不仅要才貌出众，而且要司法之妙。哎，陈爷姐，你刚到魏夫人家来，带了什么好吃的没有？我买了，是甜的还是咸的？酸的还是辣的？我买的东西不能吃，只能空。哎呀，是这把抽来抽去的孙子啊！不要说买，就是掉在地上也没有人要的。可小姐就是喜欢。小姐的孙子可多呢，有昨天有的，哎，等下的下呀的，我喜欢你这把。你看这孙子上面一朝戏子写的四个大字呢。哎，谁叫老戏子啊？哎呀，你啊！老戏子与外人名字江南，经得他提牢牢回避子孙，一把中孙子两人，他街上争相竞买小女兄。容易，总有千金也难忘。思量文明是多事，真是小弟你喜欢。赵戏子也是魏夫人的一生，我小弟是师兄妹，可他们并不相识。小弟与他呀。送上见真迹，小姐怎会不喜欢听我老爷。小姐在写了件事。陈言，我命你到魏夫人家里去。魏夫人怎样生？老爷，魏夫人说小姐的事实有长进。好，老爷，陈爷姐买了一把笋，这笋上啊还有名人递的誓言。拿来我看。下去。娘亲有情，好事好事。巧语潇洒，今生我。无人惜，赵西子，恰原来赵西子。
总先来了。陈爷，快去把兄弟叫来。是。慢。陈爷，你将这把穗子拿去小鸡皮店收来为王。是。也不是错，鸡在难得呀。家许成龙谁是我弟子我可惜我这样不难不知毛是我难得女儿长过老爷，曹西子公子不在家中，哪里去了？听童儿说出门为游去了。哦，老爷，这是求老爷送来的请帖。哦，这玉我针织一袋是稀世之宝，说是送与小姐的。神医在往下等候。家园，你叫雷声说明老夫人是小姐私了处办，听来你阴山清醒。是。稀世之宝，珍贵一张，准好好保存。啊，什么人？押上来！我不讲理，你再不讲理女。什么事？老爷，对院金的门不开，来了一个双须菜。你望他腹中水，不生不想鬼鬼祟祟。是什么地方？小生不知。太妃的府邸，小姐的所在，对院子园女用餐，东可无故能来。小生不知，那我走就是了。没有这么点吗？不可理，一张兵呀，言不真，举止操作平得为。不是听到金吾人平时
活下去只当40大吧。是。且罢，我有功我犯何罪呀？若想与故事长有冤有仇，堂堂堂位，你真是毫不讲理呀！竟敢阴长老夫，与我送棍绝牌！来，老爷送不得，怎么送不得？老爷，什么？你是什么？老爷，他就是赵西子。你是什么？老爷，他就是孙子长西子的赵西子。我等着你送官就办啊！彩英，小姐见了孙子怎样生？老爷，小姐看了孙子上的诗十分满意，那这是他写的。今世一发出计，他年必有少矣，须知义务之间，万得吞就真定。我日有哀愁之意，你叫什么名字？我们曹西子。哦，你就是赵西子啊！难道我有家的不才吗？彩爷，快去告诉小姐，是赵西子来了，叫他对秀女割脸滚开，啥是欢喜啊！是。原来是赵公子，失敬啊，失敬！哎，万不相顾之为礼。哎呀，快去啊！见过少公子。哎，别查。这就请坐。请坐。实在言语冒案，来望公子见谅。哪里呀？实在差人相请公子，是公子出门为问去了，是吗？哦，真是。哎，我这请用茶，请用茶。谁不早小生告辞哩？晚走你，马上就来呀！什么马上就来呀？请用茶，请用茶。今世得遇公子，真是有幸啊！有幸啊！他为我发笑。恭喜公子啊！喜从何来呀？那我家小姐看中你了啊！这个是玩笑之词。这不是玩笑，是我见陈小女文娟的意思。我本想在不有中去，要请前人在此，东北官登上落，亦有为人长在日记。他为望他为来京但是小心福原配。
下山来无把意，老夫手来从银在，公子你报复世事这结果，我只踏实不从龙吧，少有太傅去参，是天老婆门前富贵，我不爱如此千金庭，你只管催叫年轻来。这里神力女巫再次一顾，这位仙门王公子手下。公子，你答应了？这是神难聪明老夫乃当朝太尉，小一位军师名门归姓，难道为配不上你？这是神难聪明耍真假？昔自我不为平生呀，心与比年紧相随。昔自我不图功名与利禄，不贪荣华与富贵。错了，我与这一根草偏冒出众，喏，这就是我。哼，向老夫言出是山，是一不有天来王道接生，你的一切归我为天理修备。老爷，有人前来报告。公子，你在这里好好的想一想，我也对你的回应。这荒淫大事非同儿戏，我有岂肯出错？妻子啊，曹妻子，哎，谁叫你越江而来哟？越江而来，我岂能越江而来？哎，和我越江而去呀！为将女儿许配于我，乃是一片诚心，我又岂可不言而平？但不必待我小诗一封，谁有一颗一丝我。
还是要来的哟。为这些无意，聚会日向而去，却不出挂戏子，不忠臣家境。哼！赵戏子，末日司法不亚于你，你真是好不是对，去！这倒也是的。大弟，你不要跑，我家相公一定会来的。相公啊，再欢喜把我。哦，你家相公也喜欢把我，只要把我叫，马上到处找。他是谁？下笔起言，请客去，会好事如家称好。哦，他也懂司法。来，一看，这就是我家相公写的。谁是他的呀？听我讲小弟说，赵西子的事啊，怎么样？也不过如此。我家相公的事啊，可参天下第一。切，难道没有人能和他相比吗？听我家相公说，只有他的师妹才与他不相上下。
你知道他师妹是谁？他们没有见过面，我也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我知道。你知道？那你说。你到底是爱子还是疯子？
小娘子，你这个把我看美吗？啊，这把我啊，这把我是我家小姐心爱之物。哦，你家小姐也喜爱把我？我家小姐不仅喜爱把我，而且还精通书法。你家小姐是谁呀？哎，我家小姐来了，小姐。你到底想做什么？陈爷，哎，小姐，休得无礼。是啊，小姐，你在帮我看美噻？不买的，我要出重金买它。重金，重金也不买。啥是真的欢喜，大可送与公子。多谢小姐。哎呀呀，这是在财我之情，我已报答。微不足道，不必多礼。小姐，这扇子我刚从街上买来的，上面还有赵西子写的字呢。哦，小姐，
我的好友曹喜子送喜呀，曹喜子啊，他的事可称为天下第一。啥是小姐喜爱，我可以叫他挥别离酒，以谢在我自己。不好，我要请小姐指正啊！赵喜子的字字连笔识读不是，哎呀呀呀，自己的名字都没有写对，怎么能成妙计用计？又怎么能成天下第一呢？我看啊，万不及一个美子先生。赵喜子啊，赵喜子，你现在总该明白了吧？小娘子，请问你家小弟真心方明？陈爷，小姐，轿子停在哪里？小姐，我去看来啊。
工厂，同的人朝夕相怀才是真。但愿定下8年纪，红事一记同心。公子一日这千金，红梅之中是为亏，不是用子所分少功名，匈奴的人少才，公子虚空无才女，只怕你脸上少光彩。若冠兵亲戚太亲，一年若冒用我回，多不同情才牙高，兰亭一见我偏情归。我与你门庭高低不相当，我与你贫富远子难相配，三季正岁龙王比，8年英雄是不见，龙君不与平生言，心与比你紧相随，毕生聚在3岁里。利欲之意，不等同郎的。小姐，我们回去吧。回去吧。请问你家小弟怎姓方名啊？你问他呀，他就是你6、4、12月将而到，我想与他配亲的是家大小姐史文娟。小弟，小弟。不向你百里，不向你百里，就是向你。冰儿，你可知道小弟这人母之意？哎呀，你真是一个爱女奴。
口就等留小弟。啊！你去呀，你去呀，我要你去呀！小姐她一定会来的哟。写不好，怎么会成天下第一？小弟，小弟，你。还有多少话要对你讲？我悲伤情，从未
走。喜子，你怎么了？魏夫人，相公好像生病了。哦，好端端的怎么生起病来了？我倒懂得一道，娘来叫他看看，到底是生的什么病？我哪里来的病？他查病儿去送信，本转亲母来快病。清晨等到夜黄昏，谁知来了可女一生。心病需要心牙医，不为喜子短病情。纵然你是女娲图，也难知喜子我心头美。来，喜子，娘我来请你看看，到底是生的什么病？我哪里有什么病啊？哎呀，这病倒是不轻啊！相公得重病了。一见知音也清醒，两眼望穿派家人，三菜素人不知理，四肢不离少精神，不关必生。不灵灵老人无真，幸福人七情愿错把关，身居地平原哎呀，实在不情。这场气量，魏老师怎会知道我心里的事啊？魏夫人，相公得的是什么病啊？幸福因心掐在心，病虽是病，不是病。没事没非法子，我就是一个心病。相公没有病啊？病虽是病，不是病。情杀无情，恰月情。一会儿说有病，一会儿说没有病。魏夫人，相公到底是什么病啊？一见此音，两眼望穿，究其平原嘛，哎呀，实在是不轻啊！一见之音，两眼望穿。啊！魏夫人，你比我都还要高明。听得老师一人话，定就心情好三分。外让老师家病痛，苗水未曾自平飞。病儿去此来。老师拿我的病。有病嘛，须得我养。呀呀呀！我的病不是服药就能够好的呀。天下无双，无为中呀，其身
也不得真比来好。对症下药是命根。王连观察，王峰见不我牛的，这有何用？哎呀呀，这有何用？你呀，真是妄作聪明！你可知这真是一张良方哦？当公可以放假啊，须知道前日以来满早生。不今日人里经过我，切莫再做儿心神。黄连苦观察的，若他人里须情分。若我好比若无的，两人皆是的佳音。好也放了吧，好也放了吧。老师，这招要放可是。是西文卷授开。老师，你也认识他？我怎么会不认识他？他是我的养生，因为他是名门闺女，不比你的亲，所以没有提到他的名字啊。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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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是来问卷，与我娃子师兄师妹呀，相公妙妙，哎呀妙！一张良方治病症，细致恢复旧精神。外王老师周大妹，听得上门就是亲。你枉费心思把别人，只怕女人不答应。不为中一传家音，怎为不肯许众生？人在原将终身去，还与他的老母亲，不知人心难言，应怎能为母命？相公，相公，相公。昨然当岁空欢喜，刘氏一子纵横给来临以后，女子意。恰是红来浓。
那塞笔呀，防风有何用啊？用来自江啊。那么王爷观草呢？今夜苦练才有大才，这就对了。对在哪里呀？向太尉谁之故者，对他十分爱才。受你的师傅大人，也许能挽回这门亲事。喜子，这房屋可是文娟所生？在此，你可知文娟生我之意呀？我明白。你呀不明白。什么？文娟不是说你离朝喜子的旨日都没有写好吗？少喜子的旨日与把我的印上不是极其相似。哦，老师，喜子来。若名家官白天，你十月长进，多年来你已经私家人民，这是那世上来终究浅薄，勾结们金火连攻击防身。你不放出实在，又要将灵山有一个埋日仙生。麦子先生，本卷小姐说，我的字还不止一个麦子先生。你此去必有情，情侣，情侣。
上司法的存在。相公，为夫人不是说过吗？此去必有其女。魏老师还不是替我小妹加油啊！去看看吧，去啊！你看你。
心用与子虚柔，你骄傲自大不可有，好要方能成大器，金婚才能大年久，问君的心意，你可知？你家相公是谁？贵居人民才不知大名鼎鼎才。你休要胡说啊！相公，这里有新到的尸体，可要买走。正义真经。不妨看看。相公，这里有新到的尸体，不妨看看。这里有新到的尸体，写得一手好字，真是妙不可言。新到的事情，写得一手好字，真是妙不可言。
个妹子先生，你在讲些什么？我是新到时前写的一首好诗，胜过曹羲之。啊，胜过曹羲之。怎么？你认识曹羲之吗？曹羲之嘛，就是我。我的东曹好友啊。曹羲之啊，我也认识。你也认识他？只是他不认识我啊。啊，原来是此啊！你既是曹羲之的同窗好友，我不拿去给曹羲之评评。后人想，为继承你的女君才，性命三世几文卷。难道你也认识他？有多少门夫三去举起，他不退富贵与勇往，多女之言，他是不将我心中十分钦佩他。祁文娟小弟的真迹，当然是真的喽。我若他从今买他，你能带去给曹羲之评理？怎么？那就送与你吧。呀，这怎么可以呀？听说曹羲之，他自吹他的字啊。什么？他自吹是天下无上，可笑他是狂妄自大，有志在妨碍天下，他逃避井底之蛙。我看你也先不出这好事来。啥是我写出好字来？
些子好事来，我就把你为师了。好，这就行。一回苏军是中啊，你别且把事来想。容易若别难，麦子先生你休自夸。准备开呀明啊家，名字将我于天下，莫骄傲，莫自大，莫为称光些年啊，这祖国今天是自杀在三归，三归。你刚才不是才是赵喜子的同窗好友，怎么现在？实不相瞒，我就是曹喜子哦，你就是曹喜子啊！今日得见先生，真是三生有幸。我曹喜子言出自上，来，请上水冒一杯呀！先生爷，请你这么一杯，别饱了。哎呀，我还忘了问他的真姓大名。小哥，你知道他是谁？谁呀？他就是你14压乡的他为千金谁家的小姐，为夫人的有生命的师妹。
他过麦子先生，他可是一个男的。女士，乃是先生。刚才那个麦子先生呢？是我家小姐呀。妻女，这乃是妻女啊，这乃是妻女呀。我看你真像个脸人物。你家小弟可曾讲了我些什么？我家小姐是你自以为是十分骄傲。我家小姐最不喜欢骄傲的人。我一定改。公子啊，今日相为三家下，两人无数钟情的话，小姐她愿随公子走天涯，公子切莫恨了她。相公。
爷要你速速回府。出了什么事了？有人前来审问，老爷要你回府商量。你先回去禀明老爷，使我去开酒会。是。师妹，这便是何是好啊？太尉在西部里聚婚要将而去，这是你自己亲笔手写，事情急于不容啊！这叫我怎么办啊？弟弟虽然固执，但他十分爱才，只要你司法有大进，也许能不同弟弟宠爱。你是在叫我可怜司法？不但可怜，还得苦惧。是来，你是叫我走他将妹，出外有呀？你家有一天下，方知宇宙之大。有呀天下。
云鬓风变无心里。为吾最近又不是相杀，故而都待过了几天。啊啦，今是有人要来提亲，天师那人再也不玩偏冒出众，为吾亦要为日遭罪。不知女儿意下是乎？弟弟，女儿不是已经有了吗？啊，母生，你哪里有了啊？弟弟要三昧落真落里改变双亲，私定终身为门风，为门女子少教训。弟弟呀，真是牛我作为聘，媒人才是你老母亲。母生，我几时替你做过媒？你疯了！哎呀，弟弟呀，那是弟弟自作媒，实来是你情云。你说的是那个赵西子？哎呀，他呀，他不懂三界不他理，小王孤身
难有三我本想送他进衙门，这里是转阳出去要为民定生。弟弟你真可不随心，亲自许婚又悔婚，只怕旁人要你人转阳出去要挖民生。你真是老夫不休息，是他当年来求婚。如今他知错认错已改错，望弟弟呀，莫再生气莫记恨。今天下才知道我为你另攀高情，应许婚女儿记忆许终身，就我琵琶我的旨意一着，女儿事事不假啊！哼，为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谁也不能言出是山。弟弟，不许理他，实在的，他为我娘。为夫人到，为夫人来了。好，安啦。你去舅舅家庆寿的时候，魏夫人已经来过了，是替儿做媒来的呀。哎，汉郎，魏夫人也来不及，保为你称心满意。弟弟，万怕找不到一个适宜的郎君。哦，好了，你就在屏风背后躲一下，啥是关系呀？喏。就叫衙门咳嗽一声，哎，哭好啊！是，哎，好了好了，进去，啊，魏夫人，请坐。哎，魏夫人。请坐啊！魏夫人，是你一个人来的吗？公子出外又要去了。哦，太尉，这是公子的事法，请太尉观看。哈，别听吧，气势正旺，好事。好事啊！下表人事意有美，既见事发，又见其贼一言，赵羲之怎能与他相比？太尉，你看怎么样啊？鸡贼难得开足家乡，哦，我自己冒失哦，鸡毛嘛，哎，鸡冒失哦，太尉。才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岂能不从啊？定了，定了。11不二言测是3，11不二言测是3。好，魏老师。哎呀，完了！哎，你不是哎，已经在云了吗？在我上前去献啊，姻缘不让走尘上，太尉许下真恩情，本尊的启发心宽大。弟弟，婚姻8年都别外，弟弟万须细思量啊。也许好是好文章，不顾至今这阳光，是自己人天下上，愿赵公子赵东上。就让水兵望到人，两人结日好悲叹。对，完了，你看怎样？女儿的终身，哎，生病弟弟作死都是为夫人出征之事，管决不及。妾身理当要老。太尉11不二言测是3，谁家不能言测是3啊？好，是此妾身告示送为夫人。诸位老师。哎，魏夫人，哎呀，你说了半天，还不知道哪位公子的姓什名贼呀？他姓邵。哦，也姓赵，乔爷叫什么名字？小日也少，大爷。好嘛。哎，大爷，他是与清风雅谁，深夜是一生。哎呀，魏夫人，我问的是你，他的道叫什么呀？他的道嘛叫哎，叫什么？叫什么啊？做什么？他叫赵西子。赵西子。干嘛？太尉，恰是为何？哎呀，魏夫人，你有所不知，他哦 ，no， 这就是他的情别。太尉，你要好好的收藏起来，手一定要以示为真。对，要以示为真，以示为真，对，要以示为真。
中像是有人来了。魏夫人，我家小姐看你来了。魏老师，文娟，多日不见老师，实是想念。是啊，一日不见嘛是个山丘，3月不见嘛是个。小姐，你瞒得过老爷，可瞒不了老师啊。文娟，戏子离家3月，快手要回来了。你们的事，弟弟心情固执，只怕好事多磨。太尉谁之固执，对他十分爱才。故儿，你叫戏子月夜将我。离家万里去，不忘老师在背。司法公夫在寺外，若知真理在风里。戏子离家万里走，我为你们做一片心。魏夫人，平儿来了，你们也在这里。戏子，你相公还在后面呢。戏子在外可好？魏夫人，相公走了万里路，爬山涉水。名家的白铁西陵墓，走在路上还是意，坐在衣裳也细琢磨，谁人上手不离，10件衣裳9件破，相公自苦不怕苦，今年是玩笑，魏夫人的话。玩笑什么？玩笑小姐的金玉良言。玩笑什么？玩笑嘛，像小姐啊。平儿，一路上辛苦了，到里边去歇歇吧。不来，想着我了吧？不等啊！你呀，你也成了一个爱的我啊！不爱的我。文娟，我去就来。老师。
心中。但愿得功夫过后有心疼，但愿得万里牛呀在世容，但愿得弟弟爱在过去，但愿得上在世容。想为老死的娃，也好施法功夫才是娃。你还想什么？想你，想你的金玉良言。生生有呀，女夫呀！想必师兄安在而归。这是我最近写的十个字词，四妹请看。相同。
我喜欢，我爱他将顺这般高昂傲爽。为老师啊，戏子离家三月，可有所得？为老师，你这也好司法辜负才子话，这真是千真万确。我看到了我的稳重姿态，希望我把字字写得优美似水。我见到了空中鸟儿在飞起，明白了字要写得潇洒飘逸。我看到了山上宝布在飞起，懂得了字要写得流畅。我见到了老三哥画家，明白了写字要有纹理。戏子，恭喜你，你找到了司法的真谛。不，这怕辜负了老师的教诲和师妹的期望。戏子，老前生
是我最近写的这个字字，老师请看。哎呀，真是什么三分？文娟，戏子的司法原在你的之下，可是现在他有长进。不，请师妹多多指教。真是大事了！这4日之间，定能获得太尉欢喜。太尉到，咦，说到太尉就到。提亲师妹真是的，但愿今日好日休。太尉此来是路过还是得到？他一到来，像是为文娟婚事而来，真是为文娟婚事而来。巧得很，我本想明天登。哎，不是明天，是后天。后天是8月中秋，我邀请前人在此，同来观灯赏月。赏月观灯多中秋，君在之中挑魁月秀，带来乡亲为夫人，为我文娟新家女。一定要来的，妾身是当然。告辞为夫，宋太尉。弟弟是了些什么？太尉生以上花官灯为名，有请前人在此，要为你设新家训。魏老师，你总要想个对他才好啊！你不用插进，中秋佳节，你只管跑着关门，提着当花轿，声效滚扬，吹吹当当，谁去宁亲便是。可是我自有道理。
臣到。好，本为夫人到正北配燕子，有请。为夫人光临，用银啊，用银！太尉妙岁家婿，妾身喜苦不来。起过，起过。太尉，今日14家婿，应4才、人才、1才专心。当然。太尉，妾身有一个也身材高八斗，太尉见了一定会喜欢。哦，他刚从外面有一回来。哦，太尉，这是公子的事法，请太尉指点。哈，飘色玉龙，娇色金钟，好事法，好事法！哎呀，魏夫人，这事法胜过赵羲之。赵羲之。当今天下事为亏，龙门神推陈几代，不知太尉空虚光。风流才子真不爱，你知他家之母放屁，不将国上月牙归，我不请他滚灯来。他今日的来见太尉，不知他是哪一位？他是一个不为权势，不康不卑，不慕荣华，不团夫贵。他可有定亲了？他呀，那人有君才，一见倾心两相爱，灵隐山下顶门呀有谁知？他的老丈人啊，怎样？不嫁女儿不婚配。是此有罪之人，有之之辈，难道还不配做他的成龙关系吗？是啊，这是他自己也有错。错在哪里？那一天他夫人愿进士在，老丈人一见公子心喜呀老丈人他见在才是做媒，公子他不生不相城门外，杀命上是一只气得老丈人，一腔怒火心上来。这是怎么我老夫旁当的赵羲之差不多？外人做媒来配呀才，老丈人不责人心，不理睬。自出能给不就是算了吗？那他的老丈人也太固执了。是啊，他的老丈人啊，真是太固执了啊！你说的是怎样？他呀，他们就是赵羲之。哎呀，说来说去又是一个赵羲之。老爷，老爷，老爷，什么？有人迎亲来了。我
我又不嫁女儿，领什么亲啊？老爷，老爷，花轿已在门外。哎呀，哪里来的花轿？红彩去，红彩去！老爷，花王朝进来了。哎呀，娘的！赵喜子，是你？你来之人？我是来迎亲的。女士，我红彩去，红彩去！红不得，红不得。怎么红不得？咦，你不是答应人家，叫他今天才来迎亲的吗？我即使答应过，有凭证。你不是说要以死为证？哎，对，以死为证。拿。哎呀，太尉，这才是你的不对了。正是我的不对。这上面不是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那太尉实需无理拒婚，若将儿婿切莫错挂，喜之不误，中秋佳期。喜之不无中秋佳期，喜之不无中秋佳期。啊！中秋佳节，我不是来了吗？喜子，你真是个守信的君子。哎呦！嘿，你在这里呀，把我说的好苦。原来是你偷的把我。啊，是你家小弟，曾经我家相公的，要的今天抱着把我来进去。不要是进去。太尉，你是个爱财之人，找喜子才瓦给死，一会儿你就成全了他们两人的妻子了吧？这还不见过有无大人？这有我啊！起来！太尉，趁此两人之人，先让他们两人成了亲了吧？真亲！哎呀，魏夫人，今天我真没事不真亲啊！太尉，你来夸！好，点起龙王大车，点起龙王大车。
啊。